为着要提升资源回收的效率，环保署今年开始规划废弃物清理法的修法，其中为着要让生产废弃物的业者担起责任，卖对因来征收资源循环促进费。民间团体是希望讲，这寡钱会当使用来补贴伫咧前线回收的情况。台湾推设资源回收已经25档，不过回收的物件毋是逐项拢真好处理，所以环保署会对产生废弃物的业者征收回收程度处理费用，来补贴处理回收的厂商。一回收废弃物，那它的制造者、输入者就要按照公告的费率缴交回收清除处理清除处理费然后呢，作为我们的基金，这基金呢，其中呢大部分呢是用来补贴呢我们的回收商跟处理商。今年开始，环保署草拟废弃物清理法的修法，按算计对一寡产生事业废弃物的业者征收资源循环促进费，提升资源回收体系运作。初一立委洪新汉召开公听会，民间团体伫会中表示，希望这个基金会使真正补贴给第一线的回收人员。主要是因为回收基金目前只补贴上游的厂商嘛，所以下游的厂商其实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补贴，他们没有办法反映适当的营运成本，所以导致他们必须要把价格砍得很低，他们才有办法活下去，所以也有连带影响到更基层的回收者。一些都市化的地方土地又越来越贵，所以回收商他可能在都市地区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偏乡。然后这些拾荒者、这些自收个体户要走更远，他才能够变卖，然后他卖的东西又更少。针对民间团体的诉求，环保署表示，因会加强稽查，恢复征收来的基金，转予顶游厂商家己接去。记者林世豪、小桂林台北报道。